老挝人的淳朴和善良是因为他们穷，等到有一天他们有钱了，他们也一样会变坏的。这是有极少数一部分网友看到我以前的视频以后，在我视频下方的留言：事实真的是你说的这样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老挝非你所想。每晚7点我在头条，我们不见不散。大概在2个月前，万象省有一位名叫蒲翁的老挝人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这个消息在老挝所有的华人以及老挝本地人都非常清楚的，但很多人却不知道，这位叫蒲翁的老挝人，他除了是被所有认识他的人公认为的老挝万象省的首富，更是一位大善人。今天我就来讲一下2017年我跟他相处一天，在他身上发生的故事。记得那还是在2017年，国内那边朋友想托我了解一下老挝这边修桥修路这些工程项目方面的事情。正好我干姐她老公就是这个艾蒲翁，他以前是做红木的，后来有钱了就开始做工程，修桥修路，万象市到万象省以及到万荣、琅勃拉邦这边的国道，还有到很多县，这些县道都是他们公司修的。到万象省彭洪县，包括52公里那边，只要提到他的名字，老挝人都知道他是被公认的万象省的首富。因为当时我想帮朋友了解一下修路方面的一些事情，我就给他打电话。正好那一次他告诉我，他说正好他要去下面的一个县，那个县里面正好有他们的项目正在做，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看一下。不过那里很穷，好像吃的喝的可能都不会跟万象这样，问我可不可以。我说当然没问题，可以的。因为他最豪华的那个家是住在万象省52公里那边，离我们万象市这边就是52公里了。然后我们要去的那边正好也是在北部，所以要经过他家那边。我就说我可以开车，他几点走，我可以开车早早的去到他家。他说还是不要了，他说太早了开车，然后回来的时候我还要开回来，他会让他的司机到万象市来接我。早上5点钟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他的司机已经在过来接我的路上了，让我准备一下。大概5点40分左右，他的司机到了我家门口，他又再次给我打电话。他的司机接到我，然后再开着车子差不多40多分钟，再又回到他家。到了他家以后，司机把凌志570停进他们家的停车棚，告诉我艾飞，我们坐一个皮卡车去。我当时是有点不解，因为他们家100万以上的车子有15辆，下次我拍给你们看，为什么老板亲自下去的时候还要开一个皮卡车呢？这个问题会在我今天后面的视频里得到答案。这位艾翁见到我以后，他第一句话说的就是：你好阿飞，实在对不起，今天让你起这么早，我们就是想早一点去，然后早一点回来。接着我们就换了一辆市区的皮卡车，艾翁他就坐在副驾驶上面，我坐在他的后面。我们刚上公路不久，他就把他副驾驶上面的头枕拔了下来。我就问他，艾翁你要把这个头枕拔了干嘛？他说艾翁的个子比较矮，不要这个头枕也可以，关键是想让你看一下农村这边的风景，不想这个头枕挡住了你的视线。其实我在老挝认识的有钱人也很多，但是说真的，像他这么细心的，能考虑到这么周到的，其实也是很少的。车子开了差不多1个小时，正要拐进径山的分路，那边正好有一个早点店，有米线，有糯米饭，有烤肉这些东西。艾翁又问我，他说阿飞，你可以吃这些东西吗？这些老挝的东西你吃得习惯吗？我说可以，完全没问题。我说我吃这些都很习惯。我们每人吃了一个米线以后，他的司机又从车里面拿着那个小竹篓过来这边买了一些糯米饭，买了一些烤肉。艾翁看到我疑惑的眼神，他跟我解释说，阿飞，我们到农村这边去，路上的路不一定好，或者车子有可能坏，那我们会带一些吃的喝的在路上，万一车子坏了，我们也不用着急，我们可以在路上有东西吃，有东西喝。我想真的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吃完早点接着上路，一路上艾翁都是不停的在跟我聊天。在修路之前，他们是在这边收红木，这边的每个村落每个地方他都很熟悉，他都在讲着他当年发生的一些故事。大概11点多钟吧，我们就到了他的工程驻地，这个地方叫孟县。我们去到他工人住的地方，他说那边是一个7公顷的地方，他们围了院墙，是他个人的，然后里面养了很多鸡、鸭、鱼、牛、羊、猪，这些都是他们自己养的。他们的工人知道我们去，杀了鸡，做了鱼，还有孟县的县长以及县里的一些领导，他们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了。吃完饭以后，艾翁和县长以及县里公路局这些领导，他们带着我去看这些路、这些桥、这些他们县里的工程项目，并跟我详细的介绍每一个项目的情况。介绍完这些情况以后，我们就来到了县委的办公室，给了几份详细的工程资料给我。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是看不懂，只是礼貌的接过来。之后艾翁又问我，阿飞，你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吗？还有什么需要问的吗？这个县里的领导都在这里，有什么你可以直接问。你朋友叫你了解，你就一定要了解第一手的资料，告诉他们这边的情况。我就说可以了，可以了。大概3点多钟，我们就跟县里的人以及他们的工头告别，我们准备回万象。在回万象的路上，我才真正知道为什么他要开个皮卡车了。因为经过的每一个小市场，他都要进去。那每个市场里面，几乎80%的人都认识他，看到他来了，都是很开心的说：“艾翁是衰呢，艾翁是衰呢。”一个菜摊一个菜摊去买那些野菜，但他当时并不是在一家把他所有的菜买完，他是每家买一点，每家买一点。他的司机跟他的一个工人就跟在后面去提那些菜，他就在前面，一个人在前面付钱。然后我看到有一个老人家拿了一袋子鸡蛋，可能有20个鸡蛋吧，送给艾翁。艾翁行着和施礼感谢老人家，但他并没有去付这个鸡蛋的钱。当时我在旁边多了一句嘴，我轻声地说：“我说艾翁，这个鸡蛋要给钱给他吗？”艾翁也回过头来轻声地对我说：“屌。”皮卡车后面的斗里面装了半斗那些野菜。艾翁上车以后就跟我解释说，他说：“阿飞，我跟他们买是我跟他们买的，老人家他给我的这个是他愿意给我的。那如果我现在就给钱给他，老人家会认为我瞧不起他。那我经常会来这边，下次我会再带一些礼物来送给他。”我当时就感觉到什么是境界，什么是真正的善人。除了帮助别人，更要照顾别人的心理，这是多么的难得。回来的路上，我们还碰到一个地方，路边有几十家，全部是摆着那种橘子在卖。就是那边他们有种柑橘，他们就没有拿去市场，就是放在路边卖。艾翁同样也是让司机停下车来，他告诉我，这边卖橘子其实每家价格都是一样的，没有说谁家价格高价格低。我们家里亲戚朋友多，过来就多买一点。我心里还在想，如果我们多买一点，是不是价格可以便宜一点？而他接下来的做法又完全改变了我的认知。他同样是每一家买2公斤，一排差不多20多家，他一家没漏。这次我也跟他的司机和他的工人一样，跟在后面帮他提，往车上提。买完橘子以后，我们就继续往回赶。刚上13号公路不久，就看到有警察在查车。那个时候的时间已经是6点多了。他的司机把车停下来，把所有的证件都给警察检查。当然他们的车子证件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当时他又做了一件我在那个时候不能理解的事情。他打开车门走下车，从兜里掏出30万老币，当时是200多块钱。他对着那些警察喊，他说：“300里不免蒙月了喏，ไอ้น้องยังเฮ็ดเวียอยู่ไอ้วงเอาเงินให้หน่อยนึงเด้อให้ลุงกินกาแฟเด้อ。”当时路边的那个小领导马上就跑过来，毕恭毕敬的对艾翁说：“谢谢艾翁，谢谢艾翁。”艾翁同样也是回应着谢谢谢谢，然后上了车。上车以后，他同样还是跟我解释，他说老挝的警察其实工资非常低，而且也是很辛苦。他说他们经常很晚在路上跑，
其实路上有这些警察，对他们的安全还是有很多的好处。快要到他家不远的地方，他让他的司机停在一个啤酒店。他告诉我，阿飞，我们随便在路边吃一点哦。他说晚上太晚了，不想回去让保姆做饭。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家里面就是有6个保姆的。他说我们晚上吃的比较少，就在路边随便吃一点。他问我可以吗？我对吃饭这个也是比较简单，吃什么都行，经常吃路边摊，所以并不会有什么心里不舒服之类的。吃完饭以后，司机把他送到家，然后又是把皮卡车换成了凌志570送我回万象。虽然是短短1天的时间，让我的整个心里发生很大的变化。就像很多老人跟我说的一样，那些富人为什么富？因为他们做了太多的好事，太多的善事。听到这里，很多人是不是该思考一下，不要什么都是你以为的以为。就像昨天的视频，我说了一下云南的朋友都是比较豪爽的，结果下面就有人评论说云南也不是都是这样的人。我说一下万象有很多的富人，有些人就会说哪里都有富人，哪里都有穷人，你们说这些有意义吗？我的视频我希望多一个角度，让大家多一份思考，人心向善，处处阳光。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多感受一份这个世间的美好。那些不好的人、不好的事，它一定是存在的。关键是我们怎么样让这些美好最大化，让这些罪恶最小化。这些都只能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喜欢我的朋友欢迎关注、点赞、收藏、分享。不喜欢我的朋友也可以不要关注我的视频，因为我也不希望因为我而让你闹心。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每晚7点今日头条，我们不见不散。拜拜。